迄时阮袂放心你一个人住伫遮啊，遮有上济你甲三姐夫的回忆啊，阮惊你一个人有袂想。今日伫咧店里无闲规工啊，我已经足忝啊，等下就要休困啊，哪有时间有袂想啊？你家倒来遮，我感觉足安心诶，就互我加陪郑凯啊。我阁需要一点仔时间，阁互我空间沉淀一下。啊，毋过，小豆，我三姐听你讲啊，就是个意思，等先来等。好啦，三姐，阮知影你这段时间会足歹过，啊，毋过你爱知影哦，你毋是一个人，阮大家拢会陪你面对这一切，阮拢足要紧你，嘛足关心你哦。我当然知影你拢真爱我。哎呀，我真正忝啊，我要休困啊，你紧回去。好啦，晚安。我是足生气，我要摕蛋糕告你的面。这蔬果汁那两杯啊，买一送一啊。我会陪你同甘共苦啊，虽然这回你干杯，干杯！这回你交杯蔬果汁。白鸡汤做起来，烧一顶薄薄脆脆的皮，外表看起来嘛较紧较光，看起来嘛较实气。这内底儿袂歹。小小，多谢你的美感又够创意，你激发我一个灵感。郑凯，虽然你已经离开这个世间啊，啊，不过我还是感觉世界拢是我甲你的回忆。你伫另外一个世界，过得好无？无你的日子，我真正不知要安怎过落去。每一分，每一秒，拢变甲足漫长的。一天。一年搁较长，我需要你给我力量，好好有勇气继续行落去，郑凯。